大家好，今集會帶大家去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免費開放嘅限時展覽《萬眾同樂》。唔講咁多啦，去片。呢個系列嘅 Vlog 主要會同大家分享人文、社會同歷史相關嘅題材。如果你都中意呢類題材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。萬眾同樂呢個展覽將香港歷來唔同年代嘅漫畫人物集中埋一齊介紹。由上個世紀嘅經典漫畫，例如林馬珍、老夫子，去到近年大熱嘅馬仔、大麻城，都可以一次過睇晒。展館仲有唔同嘅互動展區，可以同漫畫角色同框影相，又有啲大型嘅觸控屏幕，撳一撳就可以即場睇到漫畫啦，幾適合一家大細或者第一次接觸港產漫畫嘅朋友。呢邊仲會 show 翻俾大家睇漫畫創作者嘅電繪工作場景。由草稿、分鏡去到完成稿，可以了解多啲一套漫畫背後係點樣誕生，亦都有展示漫畫相關嘅周邊同文創產品，同埋 set up 咗一啲充滿港味嘅打卡場景，影相一流啊！我喺度仲揾到最近先公演完嘅100%感覺舞台劇海報，不過講真，我印象仲停留喺20幾年前嗰套電視劇啦。唔好以為只有 QQ 嘅漫畫公仔喎，展覽入面其實都有風雲、九龍城寨呢類武打漫畫嘅作品。如果你想一次過喺一個地方同一眾嘅港產漫畫人物打卡，咁就千祈唔好錯過萬眾同樂啦！展期去到3月9號咋，有興趣記得把握時間參觀啊！